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CP。點解今日會見到我呢？冇錯，因為咧今期嘅跑馬地夜賽咧會提前喺禮拜二晚舉行㗎，千祈唔好禮拜三咧先去買馬，買唔到㗎嚇。咁亦都係咧聖誕之前嘅一次賽事啦，相信好多朋友仔咧都想咧借住今次嘅機會啦，有所收穫啦。咁而今期嘅賽事咧，都幾勻循嘅，我見隔晚開飛一啲賠率咧。通常咧就焗熱咗一啲咧有近績，但係實力方面咧又唔算好突出嘅馬，咁所以有機會咧連場會爆冷㗎。咁亦都係因為咁咧，今期啊我哋嘅馬膽咧亦都揀一隻咧夾晚咧10倍開外嘅冷門啊，所講嘅就係2場2號嘅時尚歡欣。嗱，過往以嚟咧呢隻嘅時尚歡欣咧集中喺田草14米嗰度攞到成績嘅，咁啊尤其是上季尾嘅時候啦，都已經贏馬啦，唔係好耐之前，半年前左右啫嘛。咁啊，如果贏嗰啲咩馬咧數數俾大家聽啦嚇，風神啦，做好自己咧，天蓬貓呢幾隻馬今季都喺田草嗰度咧已經有好嘅成績，甚至贏馬升咗上3班都繼續可以上名咁樣噶啦。咁去到今季啦，轉咗過去鄭俊偉馬房啊，跑咗4場，頭2場都喺1400米嗰度咧攞咗第4嘅。咁佢遇到啲馬咧，亦都唔差噶喎，包括有啲勁進良區啦、大千紅心啦、戀愛狂啦，或者越跑越進步嘅風神咁樣啦，全部咧都識贏嘅。咁所以咧，佢嗰2場嘅第4啲水準唔差噶啦。咁去到近呢2場啦，咁跑咗啲唔係咁啱嘅路程啦，包括前一仗咧縮落嚟谷草1200米咁跑得唔好太過介懷啦。到上一場咧，雖然翻去呢個首本路程啦1400米，但係咧呢隻馬過往擺喺前面走好嘛，咁但係上場咧就唔放喎，一路就留住喺啲中後踏位置咁，所以咧上一場輸咗，唔好太過介懷。咁今次咧走翻過嚟谷草，但係咧就初次跑1650啊，雖然未跑過呢啲路程，但係咧啲對手亦都渣好多啦。只要佢擺翻喺前面走嘅話咧，且戰且走啦，操控咗個步速同埋基本上咧今次嗰個對手咧係比以往咧係弱好多嘅。近期咧有好多跑開田草嘅馬，一轉過嚟谷草咧已經咧可以有好好嘅表現啦。咁而呢隻咧今次嗰啲磅位上邊咧又冇之前咁重啦，條件上邊咧係可以跑翻得好噶啦。咁加上咧有一個分頭俾大家去搏啊嘛，咁所以咧如果真係想食翻餐聖誕大餐嘅話咧，買呢隻啦可以令到大家咧有驚喜嘅。嗱，正如頭先所講啦，今期咧有啲場合咧就熱咗落去一啲有表面賽績，但係其實個水準咧唔算好高嘅馬嗰度，包括第5場咧夾馬咧大熱門就係隻心裏有數啊，雖則上一次咧叫入 Q 咁樣啦喺個路程，咁但係咧始終都係一隻咧從來未贏過嘅馬嚟嘅。個 Win 咧太熱嘅話咧，真係要小心啦嚇。正因為咁樣咧，我寧願咧即係搏一啲同場咧更加有值博率嘅馬，包括就係12號嘅大千絕塵啊。大千絕塵咧喺今年3月嘅時候咧唔好彩啦嚇，唔小心咧整親隻腳，咁一唞咧就唞咗成大半年啊，要去到今季嘅11月咧先至復出嘅啫。咁喺嗰場嘅谷草日賽咧跑1200米嗰度，咁一早咧已經咧可以咧交出一個好好嘅前速啦，考住喺第2位。咁嗰場步速都幾快，結果都可以頂到去第3啊。以9優嚟講咧個水準唔差噶啦。咁不過咧我哋好多時都驚啊話有啲馬咧9優之後跑完一場，即使有好水準都好啦，第2場冇咗啲新鮮感或者用咗嗰度銳氣之後咧，會水準回落嘅。咁但係上一場咧大千絕塵咧臨場有人落飛喎，咁仲要咧一早咧就已經繼續交出一個好好嘅前速擺喺前面走，縱使嗰場啲步速比較慢少少，但係咧佢可以依然咧灌注到底，只係喺臨終點之前咧僅冇咗個 pace 跑過第4，但係輸得咧好近嘅啫。咁可以證明呢隻嘅大千絕塵咧，今季個健康情況啦，首先係好翻啦，而且咧幫佢加咗個交叉鼻箍之後，呢2場咧個水準咧相當之好喎，好過以前啊。咁呢隻馬咧未見底嘅仲未話搏得好多嘅啫。咁今次咧繼續係孭輕磅啦，排住咗6檔咧，內側嘅快板唔係好多啊，有機會咧憑住佢一啲天生嘅前速咧，可以殺到埋你咧賺到一個主動嘅形勢咧，喺呢場嗰度咧有機會突圍㗎嚇。咁所以呢一匹馬咧夾晚咧7倍領左右咧，值得一搏㗎。靜雞話俾大家聽，我留意到咧今期有個中下游馬房咧已經係掖晒衫就摩拳擦掌啦，似乎想喺聖誕之前咧開大餐㗎啦。所講嘅就係鄭俊偉馬房啦，除咗頭先所講嘅時尚歡欣之外咧，佢其餘場次啲馬咧都要留意住，包括第7場嗰隻新勝馬3強啦。
嗱，呢匹馬咧今季跑咗3仗咧，名次10級以上，包括前一仗咧，終於第一次上名啦。咁嗰一場咧賽前被譽為超弱祖嚟，但係結果咧啲分段時間啊，所有嘢咧都係好出色嘅。咁啊嗰一場嘅3強咧，早段咧就守喺啲中搭位置，咁喺彎位嗰度咧喺外搭發力嘅，其實蝕咗少少形勢，結果有第3啊，咁可以反映到呢隻馬咧，咦有少少進步感噶咯喎，咁啊去到上一場咧，咁啊重配翻楊明倫啦，咁啊早段咧特登咧蝕後翻少少，大概尾3位置度咧啊忍住留埋最後嗰200米咧爆嗰段力出嚟，原來咁勁嘅，你可以睇到啊嚇睇片嘅時候嗰啲步頻啊，哇完全係兩回事嚟嘅，咁啊結果一衝而過啊，贏埋嗰隻嘅紅前道咁樣啦，咁啊爆出咗一個冷 win 咁樣啦。咁啊今次啦贏完馬之後啊，再跑翻啦呢個1200米啦，你見到同場咧其他對手多數都係啲2位難贏，甚至係未贏過馬嚟嘅。咁但係甲馬咧已經係熱過佢添啊！咁可能就係因為呢隻3強排咗12檔關係啦，又加咗啲榜啦，咁啲人咧就覺得佢會唔會唔得咧，唔掂咧？咁既然上次都係足後啊，嗰個發揮啊個水準係咁好，咁今次12檔咪繼續早段足後咯。只要佢喺直路嗰度揾到位，爆到一段上嚟嘅話，其實咧再贏有乜咁奇咧？咁啊，既然係咁嘅話識贏就係識贏啊嘛。咁加上既然鄭俊偉已經成手馬步咗喺度嘅話咧，可以連場出擊㗎，有分頭嘅話，梗係搏呢隻啦。總結今期 VinPay 過3關推介，包括2場2號時尚歡欣、5場12號大千絕塵、7場3號3強，希望3關都贏晒，食大餐啊！祝大家贏到開晒行。講咗我今期重心推介之後，到好拍檔 Dorothy 以動物傳心嘅角度去睇睇馬仔嘅神操狀況係點啊 ！Hello， 又係我 Dorothy 同大家睇馬仔。咁喜蓮勇咁就話俾我聽，今日佢就唔拼搏嘅，遙遙領先呢。咁佢今日個心情就好好啊，佢話我要跑得好啲。太陽勇士呢就話佢好勇嘅，佢要衝嘅馬。至於大浪淘田呢，佢心態就話我慢慢嚟啦，我今日個心態就係玩下先。太二穩呢就同我講，佢話哇真係好易啊，我要極速咁去啊！咁呢隻馬我幾中意。人和嘉慶呢就同我講，佢話你睇下我依然幾 fit 幾靚。至尊貴寶呢就同我講，我純粹練習下 feel 下個場地，我點樣可以跑。銀俊呢就話我好輕鬆咁去完成呢個練習，因為我本身係一隻叻馬。星環呢就同我講，佢話你睇下我幾勁，我跑得幾勁。電信巴打呢只係一般嘅練習啫，佢冇特別嘅嘢同我講。快路呢就練習緊個四肢點樣去協調，跑得好啲嘅。因為前兩隻同後兩隻都好似有啲亂咁啊，佢自己就話要練好啲，練好啲。咁 Dorothy 我今日有咩選擇呢？就係有喜蓮勇敢啦、太陽勇士、人和家興同埋銀進嘅。想睇到我哋一眾主持臨場更加多嘅獨家心水方法，好簡單，只需要成為我哋嘅付費會員。其中一個選擇就係 One Day Pass， 一日通行證，只需要50蚊啫，就可以由頭睇到尾，齊齊贏到開晒行。